哋點解係 popular？就等我話你知24係乜嚟㗎？由06年開始到依家，24秒玩最地道 hip hop， 證據確鑿香港 hip hop 唔止一對龍虎，佢哋咁紅要多得智雲大師照顧。我眼鏡唔認命，唔肯睇佢哋台戲。喂，衰仔，咪講就嚟冇米啦阿肥，牛皮燈籠點極唔明，俗稱一條懵丙。我上 YouTube 睇張如成都唔肯試聽傅穎，想飯局食焗飯，老闆話唔得閒，實情係約咗馬氏大米歐陽靖同埋珊珊一齊支撐，吳彥祖爭住幫我哋埋單。Revolution 風雨同路同到每一個難關，狂人1號唔扮深奧，用呢個速度繼續 flow， 越 rap 越燥呢一種態度我唔想 let it go， 一係唔做一做就係要做到最好，一係唔玩一玩梗係要玩到最 pro， 從來冇諗過喺音樂身上邊攞着數，音樂為我帶嚟嘅快樂係用錢買唔到，你照做我照做，大家行自己條路，hip hop帶領我遊遍世界每一個國度，從 East Side